你有沒有想過，中國的富豪們為什麼那麼熱衷於將資產轉移到海外？今天，我們要來聊聊這個話題。中國的富人們在資產高峰期時，積極地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。背後的心理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然而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。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是，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進入2020年代後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那麼，中國的高淨值人士該如何跨出這一步呢？首先，需要了解中國的外匯管理制度本質上是有限可控的雙軌體系，個人與企業的資金跨境流動皆需符合嚴格的審批與報告機制。在企業層面，資金出境需經外匯管理局 SAFE 與商務部核准，涉及真實貿易背景、投資審查以及外匯結算規範。因此，任何大額跨境資金的轉移，無論合法與否，都會被放大審視。這也導致許多富人雖有強烈的國際化需求，卻不得不面臨制度的灰色真空地帶，可以想，但不敢動，能動，但不合規。最後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富豪的出海策略和全球資產配置的知識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在下方留言與我們分享你的想法。謝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見。